相公，弟妹余人无妨。看他们也是云绿模样，说不定也是到苏去的。每位仁兄轻妙，小弟有力量。小弟这下万里。请问仁兄真姓大名，夫君何处啊？小弟姓周，名应德，乃是上虞作家张仁师。周仁兄，官人兄台是国际两三百啊，两人兄。奇怪，两人兄可是到杭州读书去？请问你我也是到杭州访师去哟。哦，瞧起，请坐。喂，来。你们是到哪里去的？到杭州读书去的。我们也是到杭州读书去的。哎呀，那瞧见了，小姐。哎，小姐好端端的在家里，你替他做人。我是想要是小姐呢一起出来读书，那去好了。哎，是啊。我们仁兄莫非？神兄欲所不知。取名字，举妹一心相同嘞。我以为男儿不须经书童，女儿读书也应该。只怪我弟弟太不成，终于儿想小举妹。也为女子保不平，想着不娘们有世界上，我与他就兄弟们。与你俩举
哎呀，什么意思？一生去死了啊！遇到是长者为兄，有者为弟。此次你我多听一拜。哎呀，这旅途之中未得相助，这便是何时好啊？是啊，不妨插土为香。插土为香，是此甚好。请。你在看什么？啊，夜里呀，一幕同唱三年声，今日我见你儿还，只有女子的儿娃，夜里呀，你这儿不为何因？你这文章。百怀疑，百怀疑，下次谁要向你猜不
上做的是何啊？梁相公，先生唤你。先生唤我哦，亏得我把文章已经做好了，也得早得与兄取去修来。请。小姐，永儿爷爷送信来了。是不是爷来催我们回去？是的。那我们要不要回去？要回去的。什么时候走？明天。明天。明天。离家读书于山上走，老夫是风中驾驶催我归。我与他同唱山在地心上，情重是山，山是海。老夫病中盼儿归，无奈上自己两三回。听信来说，你家有书信来催你回去。是啊，实在家父来信，说有病要催我回去。父病理当归去。哦，既是动身，我想禀明先生，明日一早起身。是此甚好，一路小心。多谢师母。宁熙，快去整顿营帐，伺候相公。是，相公，我去这营帐去了。宁熙，应得还有何言相告？没有什么。应得欲话师母跟前谈讲无法。师母，坐下来讲。师母啊，老师教诲恩是黑，玉梦师母他快来。在那草家聚你两三杯，同唱
共度一山长山。小公我早已知道了。山长山，山长山，我欲满我心思。讲啊，推来看，应得女娃丹江如何？叫张给，师母心中早明白。师母，你明白了呀？前来启程若衰在，假意是。你兄两三杯，堂上师母来鸟人，我太用情在心围。满
身上带，送来西墙报喜讯，恭喜你一路平安发家，两兄亲密情。红尾带，娘亲你啥是爱尾带？与我一同大家归，我家有只好女带，两兄你要走也不难。你家尾带虽最好，可惜是。真来盼，亲亲我也心碎鸳鸯在对遇人。
梁兄。莫容
了结拜尽一生，娘与兄再送你到上的。两兄，四舅快追吧。你我也两分开，半夜里我有夜来交代，我临别想为你兄，你家中富裕去帮推，你早知英雄离婚配，今日下问为何来？要是你两兄亲必定小弟替你做大媒，夜里替我来做媒，待弟子千金是哪一位？谁是我家小九妹弟子两兄，你可惜九妹今年有几岁？他是一母同年啊，乃是双胞胎，九妹与你苦相相，他听了就将我引来，看弟子人不开不开，家父做我学英才，时时都在夜里来扭伤。两兄你花轿早来我呀你去轿子去。去轿，我家来。
我看你心神不宁，不知为了何事。弟子思念家乡，思念家乡，那么理当归去呀。哎呀，师母，三伯，我真有一事问你。师母有话请讲。三伯，你来。万是女君才，夜里为将我唱华年，师母你文言文语好几回，他凌云夜来相逢，我替他来做大媒，心嘛虽是有酸太母子一定要去谁？三杯呀，应该乃是女子嘛。应该是个女的，是啊，应该是个女的，是的嘞，九妹就是应该，应该就是九妹，对呀，应该他自己做媒，自己配。三杯，结婚哟，何不早去举亲？快去禀明先生，下山去访英台去吧。是多谢师母，多谢师母，多谢师母。快去吧！四舅，四舅，叫四舅怀孕我，把营造真
想起了3把里相送他到草地。梅花开路曾小心，我今日你送我掉不自已，记得拆了城过了关，他曾经的脚步为起马上当。妹呀，走得对，去子去成了转身，
上菜，说好上菜，喜事来，喜事，喜事，要我来了，弟弟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弟弟，弟弟，英台，你的喜事来了。今日为什么家来，为不将女儿喜事配？如今看得灯笼去，做家门的多光彩。弟弟呀，你将女儿终身配，天赐良缘才心为。弟弟呀，不知你将儿配与谁？他就是有才有势，开水子马文才。弟弟，女儿不配，门当户对，真是不配。女儿不嫁。因我不嫁，啊，儿原是儿弟弟终老一生英台呀，为父也好上杀得你离开谢下，真乃是女他当家哦。弟弟，女儿年纪尚小，年纪尚小，为父岂能负了儿的亲情呢？啊，女儿不愿。英台，你我明白了，你在杭州到苏世界，莫非人心？员外，你被小姐托苏山寨做了些什么？这人心你谈生无妨。讲，小姐到杭州到苏山寨，遇见那关机两三不相顾，年纪竟然形影不离，说把你送别长定，小姐还小姐还请客，许姐妹。英台，你怪不得我好言相劝，劝我心。家园内陪我遇了儿女情，美满姻缘你不愿，你多为我老母一片心。自从断骨分天地，那日归于是平静。马家是又美又平也无名，梁山伯他与我做家难联姻。弟弟，情是一定不必多言。弟弟，英台，英台，一定有完。
进梁山不相公举荐。也罢，命他觐见。是，有请梁相公。梁彦泽送我未曾愿意，去过请说。谢人吧。小人冒昧登本，望神不大人见谅。哪里？梁彦泽像是路过寒生，乃是特地少妇。一来与神不大人请安，不管，身边也往往引来也的梁相公，请用茶。你先别别，施酒。梁彦泽远道而来，请到私房少所，当面应配出见。来梁相公私房少所，不得怠慢。是，梁相公请。小姐下楼，是与他相访。是。慢，你叫他先来见我。是。两情不断，要如何根？梁兄在哪里？梁兄在哪里？英台。弟弟，与梁山伯方你来了。梁兄在哪里？应该我看你万事不见的好。弟弟，我与梁兄你接近南同苍山寨，远道来访，岂可不见？应该你已是马家的生了。女儿未曾一语，岂不问婚姻大事，当与父母做主。弟弟一念女儿常听谦虚，父媚无凭，做事不端。有师母为媒，有孙在为聘，与礼无亏呀。应该你弟弟，马家内专营世家，法有门庭。梁家虽说平坏，也是亲不人家。应该你放肆。弟弟，父女女，你不给不听父命。堂弟弟是女儿，生疏情，子属为应大礼，你岂能忍心？婚姻是非儿戏，怪儿的终身。你啥不许马家有所门庭？
我实难从命。应得你他等三从四的内部是婚姻是天经地义，真不明不算门没有所成话柄，立法后你真做神。为父应是汉室一种理，地狱这一章难以应天呀，终身他是第二媳，一将儿须马家，万难变根。愿三伯有切派之意，去用你一见。不过你要好言相传于他，叫他领去送女。宁心与亲两相共，是应得不要泪痕满面，有色离俗。与亲两相顾。做人吧，梁彦成，应得快来见顾梁彦成。两兄啊，言这愿逃到山，是老许不能来奉陪。神马又是亲的，我只为县城的前员外，他与陆先生与雅为，呀听了这字难更改，我只好失陪你两言成。你从杭城到安山，你不应陪满军属一位。谢神吧。因为你与三伯乃是结拜兄妹，你要好好看待，还有观点怠慢。为父为了要增加贵，送神吧。宁心被四舅到里面歇歇一会。是，四舅哥哥，随我来。四舅不可放肆啊！
我在杭城考试的时候，乃是弟兄相称，此举你已是不负当拜，我称的眼里，凡事不妨对称兄妹啊，也。两兄，此处不是江蛙所在，请到小妹速履小妇。是此人好，两兄请也没请。哦，万事爷们谢气。见他喜气匆匆来上举眉，我只得强颜欢笑上楼台。两兄，你我常听分手，便来可好？好啊！爷们家居相别安生，托两兄之福也还好。哦，两兄此来是路过万事太大，与兄来特地到此，一来与臣不大人请我。二来下王王的家九妹，哎，是啊，那一日接那爬山送一归，一日家有小九妹。常年做的媒。
兄啊，你讨娶妹是哪一个？这是小妹做迎陪。愚兄知道，就是也没两三杯与左一杯，皆是姻缘配，龙妹见他欢笑我心碎，他真是一地将我重生配，就比诉因欢喜，你因我离上走上来，两兄啊，我有一件伤心事，要想明生啊，看来看。哎，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？今世无妨。两兄，何事？是从小妹别你归来，哎，弟弟做子，已将小妹的终身许配大将了。大将，马太守的儿子马本飞。两兄，两兄，两兄，银佩，你好，你在长云是做媒，是老家的小菊妹，其实菊妹就是你，为何有些马文人？两兄啊，难道你小妹心意常不知？母亲愿嫁与马门才啊！爷们啊，我与你塞门孩子心意。曾去接马家平富美，真乃是弟弟心了妇女心，不肯打麻将，情泪。你不
两兄你句句此心话，小妹诚心一分谁？你父子堂堂衙门把事开，官官相扶，你总明白。那马家他有财有势，你两家无私与无财，万一你告到衙门来啊，两兄弟不要嫌吃亏。两兄两兄啊，两门必与你担定事，他发老母四方财，我因太此生义无忘，两兄你领去所欲，我哪怕九天仙女都不爱。两兄你太弟大欢喜，小妹无言苦安慰，两配三句尽了。想不到我的
儿怀恨，死因台面红耳彩看难看，哭泣带记得比作鸳鸯曾上对，苦记得女郎织女把恰为，苦记得红桑桑来照应，苦记得观音堂前大堂内，我也曾留下平凡算谁？我是白头师母做他妹，娘娘相逢知情情巧成，我也曾另辟青曲美。我此房有情人终能成全，所想不到美满姻缘两岔开，两兄啊，我与你两兄难成对，弟弟是云了马家妹，我与你两兄难成婚，弟弟是了马家平民，我与你两兄难成了，弟弟因过马家去，两兄啊，弟弟是不能为马家死他情难配。
姐妹，愚兄就不怨你，你可知我为你一路上
你红孩儿是开两腿，那红的开仓我足银开，那黑的开仓你两把。也要与你同分送你一程，两兄回来了，是为了回来了，不知应得来是不来呀？他不来吗？母亲，你可曾对他念经？三杯一瓶真桃花，只求见他一面。这乃应来已是马家的人了只有书信一封，情诗一缕，请为娘代为以为好听。
娘啊娘，唐氏儿归望见路，二爹娘身体虚实看见母亲死儿冤，儿死要不叫真上里回那背，相公离客栈宿营台，黑的客栈两三杯，儿与他神仙不能夫妻配，儿死要与他共来这个奸臣姑娘出家，发送嫁妆。你说什么？是奸臣姑娘出家，发送嫁妆。想不明白，你到马家去了？你不要胡思乱想，事情快把门整完了。你为我总是不离不弃，应该
为父费尽心血，不非为儿的终身着想。今日大喜之日，你竟绝不速召。应该，你总该替为父想想啊！应该，你为我千言万语都传不信，女儿也是不加身，莫以成罪难挽回。我宁死不上马家门。你不加马家又是何？我与两兄生不能同路长，死同分。岂有此理！为父听你判了这门高情，难道还颠说了你不成？你尽管四次放肆，你要问我气死我，怕发老夫啊！我要去做小贼，我要去做小贼，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！死去！莫非梁胜他？两兄咋不依？我痛断两兄啊，你是为我一平把我应得情缘，我是他，我要。你要好好报仇。
你就可怜我，怕发老婆弟好，为父依你。不过玉已经必须外面传闻，里面长报。几分之后接到马家交拜天地，所长不得有误。弟弟，女儿拜别了。
英台，英台，英台。培养，谁知道？
花花两兄。